来看台北树林的宪兵队传出内部有3阿兵哥涉强劫案，因为总统府立法院跟外交部嘛拢传出讲有人涉案哦。民众党团就口说讲这是强敌国家队，也毋过哦，民进党团嘛向南北来话话，望讲会当修法来加强机密的保护，嘛呼吁在野党就唔通去阻挡。 中国间谍案一直咧爆出来，今麦又个传出查案有功的树林宪兵队内部毛3士官涉及强谍案，甲各项机密流出去，穿军衫翕效忠中国的导航影片，还个伫咧军队摇5星旗，而且去共一个组织吸收成员，还个红5星旗出现伫咧基隆海军的威胁营区。不过强谍案毋若伫咧军中出现，总统府、立法院、外交部嘛小连续传出有人牵连在内，是引起众人的关注。一天到晚。 在抹红台湾民众党跟北京勾结，原来在勾结的，养了一窝共匪的，这是民进党自己。目前军人的渗透相关的大部分都是透过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几乎清一色都是退将。退役的军人，如果他有风险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控管？台北市长蒋万安顶一日批评民进党为党部、立委到地方，拢有可能已经去互渗透，要求行政院长杜永泰都要针对强谍案来表态。杜永泰再去强调讲，中国统战对台湾是上大的威胁，嘛甲地方政府发声，对中国的态度都要较明确的。 地方政府也应该有这样的体认，不要非常的暧昧不清。该有自己国格的时候，地方政府也要共同负起这样的责任。另外，罢免人数的风波嘛持续伫咧拖。14台北地检署侦办民进党立委吴思瑶甲吴派摇罢免案罢免团体涉及规则连书15新北检调嘛约谈罢免民进党立委苏卡辉甲吴基明的2个代表人，要查哪像是有妄想者连署的情形。我们已经得到消息，很快的。 他们会对台北市党部动手，对台北市党部动手的目的，就是在大罢免。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以此为鉴，因为第2阶段的联署目前还在进行当中，我们希望大家都要共同遵守法律的规定。 中选会强调讲，并无任何差别的对待，司法机关若有需要，各地选委会拢会全力来配合，相信司法机关会秉公处理。公视新闻台北报道。